星期一開咪。陪你返工放工。大家好，又係我呢個職場新鮮人 Dave， 好開心有星期一開咪呢個平台，等我可以喺日常生活中多啲回顧自己，同大家分享唔同嘅見解。今次我想講一樣好多返緊工嘅人都會諗過嘅一個問題，唔知你有冇諗過呢？就係其實我係咪懷才不遇呢？你可能會諗明明我做嘢都唔差，點解啲機會都未輪到我嘅呢？點解有啲人明明冇我咁努力，但係反而多機會過我？呢啲感覺我最近有時都會產生。點解我有一個專業嘅牌照，但係人哋冇，但係反而人哋嘅人工待遇會好過我嘅呢？再冷靜啲諗翻，我對懷才不遇呢4個字其實都有啲保留嘅，因為我覺得喺多數嘅情況下，其實係唔存在懷才不遇。反而係喺每一個人身上有啲特質，令到一啲機會會接近你，有啲機會會避開你。我記得有一年喺做暑假嘅實習生啦，同我一齊入去嘅嗰幾個 intern， 其實大家背景都差唔多，但我好快就見到有啲差別嘅待遇。有啲人開始可以跟到啲 project， 有啲人就跟 senior 出去見下世面，而有啲人都留喺 office， 都會有啲實際嘅 job 可以做下。但係我呢，大部分時間都係做緊一樣嘢啫，就係坐喺個位度睇 box file， 就係睇一啲舊嘅 project 資料啦，有啲文件就俾你慢慢睇。但係呢，其實都從來冇人同我講過，睇嚟係為咗啲乜。咁你可能會話啦，其實都正常intern 都冇乜嘢做，咁學下嘢睇下嘢啫咁樣。其實我一開始都係咁樣說服自己嘅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睇呢啲 box file 唔係1日2日，係1個星期、2個星期，甚至咁耐。我就開始發覺啦，點解其他人會有啲嘢可以做，有啲嘢可以學，但係我仲係乜嘢都經歷唔到呢？點解我好似冇被需要咁嘅呢？慢慢咁，我嘅心就出現咗一個諗法，其實我係咪被忽略咗呢？我係咪懷才不遇呢？當時我會幫自己諗一個解釋，其實我就喺度諗，其實唔係我唔得啦，只不過係佢哋冇俾機會我咋。咁而當我開始相信只係我懷才不遇嘅時候，我嘅行為都慢慢咁改變，我就開始變得好被動，冇人俾他所唔緊要啦，咁我就唔主動問啦，咪 hea 下咯，一日過一日。可能我當時心入面都會有人諗，其實我問咗都未必有嘢俾我做啦。咁跟住呢，我就開始懶，開始成日走開，唔喺個位度，去其他位坐下啦，或者吹下水。有時候去下廁所整理下自己。咁慢慢呢，發展到一個程度就係我呢會喺洗手間度瞓覺添。呢個行為呢都未係最差嘅，最差嘅係呢，當時嘅我係覺得好合理嘅，因為我會同自己講，反正我都冇嘢做啦。然後我就會養成一個習慣，夜晚玩到好夜，反正日頭都有時間瞓一陣。咁最後呢，就搞到每一日都要喺公司瞓一陣先夠精神。有一次公司甚至係咁啱帶我去一個客戶嘅 office 入面，呢個機會呢，對 intern 嚟講都算幾難得㗎，因為你可以見到一啲真實嘅工作環境啦，了解一啲實際嘅運作。咁正常人啦，可能就好專心觀察吸收新事物主動問問題咁但係我呢，都大家一定會估到，就係當我等 senior 嘅時候，我等到佢喺度恰下，俾佢發現我都唔夠精神，瞓着咗。咁去到最後啦，就係個 intern 完結，大家一定估到啦，我都冇機會可以參與任何重要嘅工作，冇 project 跟，冇人assign過任何嘢俾我做。
可能你聽完呢個故事，你唔會覺得我係懷才不遇，你只會覺得係我咎由自取。咁但係我當時當然就唔識咁諗啦。或者有一個更切合嘅例子，就係你身邊工作上面有啲所謂嘅世界仔，好識同人打好關係，同上司嘅關係都好好，好似上司有嘅機會啊，都會諗住俾呢個同事先。你又會覺得好唔公平，又覺得自己懷才不遇。但係我反而覺得，其實只係人哋擺咗一份努力喺一啲你唔願意做嘅事身上，你唔願意花時間喺同人相處身上，你唔願意漫無目的咁去經營一啲職場上嘅關係，你花咗一啲所謂嘅努力喺一啲好容易見到成果嘅工作身上，人哋嘅花嘅努力其實未必比你少㗎。所以懷才不遇呢4個字呢，其實最大嘅問題係佢會令你推卸責任，你覺得所有嘅責任都唔喺你度，係環境問題，係人哋嘅問題，係運氣嘅問題。但一旦你停喺呢一個咁樣嘅思維上面，你就唔會去改善，因為你覺得問題唔喺我身上。但係其實職場其實就好殘酷，就係一個好普通嘅機會，已經可以拉開人哋同你嘅距離。如果可以翻去嗰個 intern 嘅時間，我會改一啲好基本嘅嘢，就算冇 task 做，我都會主動去問，我都會喺個位度去學習，或者揾機會同人去傾下一啲工作上嘅事情。我唔會消失咗喺個位度，我唔會用冇人理我呢個理由去俾自己去偷懶，因為我明白機會真係好難得。同埋人哋揀唔揀你，一定有佢哋嘅原因。所以如果你而家有懷才不遇嘅感覺，你可以試下問自己一句：我而家嘅狀態係咪一個令人想俾機會我嘅狀態呢？如果唔係嘅話，呢個係咪又係你嘅選擇呢？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又有冇勇氣同決心去改變呢個現況呢？好啦，今集嘅內容就講到呢度。今次已經係我係星期一開咪錄嘅第3集。如果上2集你未聽過嘅話，歡迎喺我哋嘅平台聽返。如果有咩新嘅題目，你希望我透過呢個踏入職場冇耐嘅新鮮人分享嘅話，都歡迎你留言俾我哋。期待之後再同大家分享。多謝你收聽，拜拜。